大家好，歡迎嚟到 Master Picks 嘅 Pattern 介紹系列。今日我哋嚟傾下下跌趨勢末期出現嘅反轉形態頭肩底。頭肩底同埋頭肩頂相似，亦都係由左肩、頭部同右肩三部分組成。但係先係下跌反彈，形成第一低點為左肩，然後跌至新低，形成頭部再反彈，再重複左肩動作，形成右肩。頸線則係連接兩肩高點嘅直線。當股價突破右肩同頸線嘅交點嘅時候，就係買入信號，預示趨勢可能反轉上行。最細預期漲幅可大致計算為頭部到頸線嘅距離向右肩同頸線嘅交點往上投影嘅距離。而家俾我哋喺 Master Picks 內實操睇下。呢次我哋以港股9988阿里巴巴嘅圖表為例，喺技術指標功能中點擊頭肩底形態，可以睇到阿里巴巴喺2025年5月至到8月嘅日 K 線圖呈現出經典嘅頭肩底形態。左肩喺5月下旬下跌至港紙110之後少小幅反彈，6至7月再次下探至低點100蚊，形成頭部之後反彈，7至8月月小幅下跌之後反彈形成右肩，再畫一條頸線，大致位於123蚊處。8月業績出爐之後，股價便開啟一路飆升嘅上行趨勢，再畫出頭部到頸線嘅距離，並計算出最首預期漲幅，會發現佢嘅價格喺達到支點位之後繼續突破上漲。此外，頭肩底形態亦都能夠作為選股指標，喺我哋嘅 Pattern Scanning 中出現。點擊 Pattern Scanning，選擇頭肩底。系統默認篩選出市場裏面近25日出現過呢一個形態嘅所有股票列表，同樣亦都可以自行調整呢一個時間區間嘅長短。快嚟體驗 Master Picks 嘅技術指標同 Pattern Scanning 功能，鎖定我哋嘅頻道，我哋盡快更新下期 Pattern 介紹，敬請關注大師精選穩賺高點。